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月11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国内在今日增加6个对境外入来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其中有3个外籍人因是家庭群聚感染。寒流来到位对面的暗时到后日透早是上界寒的时阵，温度可能会落到6度至9度。真理大学毛豆校区的台湾文学资料馆叫予学校换锁头，害英务馆长张良德搬到入去。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在今日又搁增加6宗对境外入来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是对埃及、美国、菲律宾入境的，其中有3个人因是埃及人，因也是一家伙仔，也发生家庭群聚感染。人一天连确诊国内新冠肺炎一群增加6例境外移入病例，其中830、831、832例，分别是埃及籍10外岁男性、10外岁女性加30外岁女性，3个人拢是85例的家人，同齐伫1月7号来台，也拢伫地处检疫期间发病，经过采检才确诊。因为85例是无满10岁查某囡仔，也是即件家庭群聚的指标个案。伊断院了后，核酸检测病毒量较悬，所以指挥中心研判伊应该伫埃及当地都已经围着。1月8号测的时候是20啊，那第一次测的时候是33哦，所以他的状况应该是跳得蛮大的，看起来应该还是比较像是在他在这个当地国那边感染。另外，833例是菲律宾籍40外岁女性移工，834例是印尼籍20外岁男性移工，2个人拢是入境打无症状检疫期满，自主健康管理期间自费采检，才被检出阳性。应该是在国外就已经感染了，那已经发病了哦。那在国外已经发病，那所以他的这个状态是属于时阴时阳。日本公布4例境外移入全新变种病毒株，指挥中心表示，团体性也来研究，目前未对日本采取更加侪限制。另外，受到疫情影响，关岛甲台北之间的直航班机自去年3月起停飞到今，经过多方协调，华航在派出人道医疗包机，机顶有47名旅客。指挥中心指出，在医疗部分有一寡患者需要接受肿瘤切除、治疗心律不整，也是超级大块顶有5位咱国民就需要就医，4位是陪病家属。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国疫情又搁再是压起来咯，今仔日是增加103人确诊，伫河北省就82个本土病例，河北省伫1礼拜内就增加260人感染，大部分拢伫咧照家庄。中国各地头的防疫措施也开始变严格啊，甚至有真侪大乡的城市也开始甲入境的隔离时间纠正到28天，也有真侪大乡外表示讲，可能就无要返台湾过年啊。中国河北省的新冠肺炎疫情搁起来，中国国家卫健委11宣布新增加85例本土确诊当中，河北省82例旧家庄疫情严重有77例。河北人被机械乱象也出来，因为大部分的学校拢宣布提前放假，不过大学生却被拒在暗时拖行李伫街路行，一无简单，才拄到一新民众斗3工。河北的司机伫转去的路途也一直受阻挡。不让我吃饭，也不给我加油，你说我怎么走？河北省政府挂工区15个火眼实验室，共是逐工应检测100万人份的样本，伫个丰城旧家庄启动第2轮全市普筛，目标2天内完成。专家开始追踪疫情源头，发现第一件确诊病例不是任何感染源，推测病毒是来自境外。我们的病例的分布基本上都围绕着机场很近的一个范围，跟国内其他已经发生过疫情还是没有相关性，病毒还是来自于国外。无症状感染者数量也明显增加。黑龙江省卫健委11表示，孟会县新增加无症状感染者20例，县政府决定封城，中国各地防疫措施也升级。大乡自集的苏州、昆山、四川、成都、重庆这都市拢提悬入境的隔离抗战28天。大乡表示，等台湾一抓爱隔离40外天，不少人无要等来台湾过年。那40天等于是1个半月，我已经接到很多的一直在提说他们今年不准备回来。光昆山的，我们对一些台商朋友来讲，会有1半以上不回来。各国卫生研究团队拢想要到中国做疫情调查，有关的申请却是真困难。中国官方总算宣布，世界卫生组织的10人小组要伫10时到中国展开新冠病毒的溯源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最近天气是期阵，又有寒流伫要来咯。气象局也预测讲，这阵寒流是明仔载暗时到13透早是上介冷的时阵，而且西部、东北部上寒的时阵，有机会落到6度至9度。另外，因为水汽减少的关系，可能要到2500公尺以上的关山，才有机会会落雪。宜兰太平山模型车头11早起开始落冰雪，而且愈落愈大。暗时若是气温搁下降，水气高，可能就会落雪。不少游客看到这个美丽的景致，一直感觉真感动。毕生以来第一次看到雪，我非常的感动。我觉得我好像置身在国外的感觉。太平山翠红乌四颗粒啊，规片白茫茫，袂输去到金白色的世界，吸引不少民众去看雪。太平山官方网站公告，因为考虑温度可能会降到0度以下，车路会有结霜甲积雪的情形。11、12中昼12点了后，预防性管制游客入园。另外，合欢山温度持续增加，中高海拔的路段有结冰。公路总局宣布，台北山大武岭甲台14甲线合欢山的路段，11下晡5点开始会封路。气象局表示，这波寒流11暗时气温就会开始下降，12暗到13透早是上冷的时阵。预计在周2到周3清晨是最为明显的，再加上辐射冷却的加成作用之下，预计在西半部以及东北部的低温还会进一步下探到6到9度左右。气象局预测，这波寒流比顶届的寒流水气较少，前期较湿湿，尾期较大冷，所以关山要落雪的机会较少。不过海拔2500公尺至3000公尺的关山，也是有可能会落雪。预估可能下雪的地方，可能是在这个中部武岭合欢山，海拔大概比较高一点的地方，才有机会降雪啊。气象局针对19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其中台北、新北、基隆等9个县市达到真蓝感觉色的灯号。下晡到明仔载早起的气温可能会到6度以下，不过拜3、24温度就会回升。台湾各地拜4、拜5气温可能会到20度，南部地区会到25度。也若另外一波落南的冷空气，预计拜6会到位，礼拜到后礼拜1气温阁会开始下降。记者综合报道。寒流来到龟山顶开始落雪，有真侪民众大家是3钱要上山去看雪。不过民众表示讲，因车飞去到合欢山看雪，伫青条场准备要装雪的那时阵，所有业者来推销，讲要来甲因斗3工。不过民众甲因拒绝了后，煞去互业者骂。业者也出面驳回讲，这是因为民众的车去挡着路线，落要经过警方的调解，才化解这场纠纷。想要上山看雪，铁链要安怎绑？不少民众无啥了解。有民众指控讲，车爸要去合欢山看雪，伫咧远峰停车场准备要家己绑铁链啊，却去互业者批评伊绑了唔对去，互伊听到压力足大的。我们代装1轮300啦，你在那边装，他就一直讲你不行，而且他是一直在跳针，就是一直说你这样不行啊，你这样不行啊。民众讲，迄当阵业者伫咧边仔金上，还佫考说伊绑的方法唔对，哪像是要叫伊甲交关。毋过业者讲，迄当阵即个驾驶的车，甲停车场的路线炸掉咧，才会去问伊敢有需要斗3工，结果说互呛声，才会发生冲突。他跟我说，他快撞，他在撞，然后我们跟他说，那不然你可以靠边吗？他就不开心了。该车在车道上，妨碍到后方的车辆通行啊，与业者劝导其离去的时候，发生到有争吵的情势。警方有去现场了解情形，不过双方尾手拢无要提告，因为寒流带来袂少看雪的人阵，铁链仔的收费是800种。若以一般轿车上接使用的铁链仔来讲，若伫咧山骹租，差不多是600块；若伫咧山顶租，差不多是1500到2000块迄卡刀。山上来讲，你租他必须要帮你服务，就是带安装，还有帮你卸，可以落在1500的地方，因为他有做出他的服务。那一般在平地的话，600块带上去。这一个状况来讲是必须自己安装的。车链仔的业者讲，今年铁链仔的需求比去年同期加5成以上。若是车拍5需要拖车来拖，平均的收费差不多是2000块。泰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另外嘛拍影片，教民众安怎绑铁链仔，嘛提醒民众要去看雪之前，就要先做好准备，才会当避免受困伫山顶。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天气变寒，有真侪人开始出问题啊！伫花莲就有一位警察半暝啊，煞雄雄昏倒在地，遂送到病院急救。甚至伫嘉义市2点钟内，就4个人雄雄无心跳，也是赶紧送病院急救。医生也要提醒民众讲，寒流来到位，早暗温度差真侪，有慢性病的民众就要特别注意。
紧急将病人送病院，因为已经无喘气心跳，救护人员中途真济摆用电击器到病院了后，马上将叶克膜抢救。发现患者也是呈现心肺功能停止，我们马上执行 CPR， 贴上 AED， 然后期间电击了10次。49岁姓陈的铁路警察11透早3点外，被厝内底人发现伫花莲徛街，救紧昏迷，目前伫交护病房急救。医师指出，病因可能甲天气寒、低温有关系。这个 EMP 到现场的时候是发现他是跳心脏麻痹，所以有可能是天气冷直接造成他这个温差太大，造成心律不整。另外，台南59岁姓吴查甫人，透早甲朋友到白河大东山爬山，雄雄失去意识，送医了后过身，死因医院爱进一步调查。伫桃园一港上悬雄雄死亡个案都有6件，其中男性有4件，女性有2件。年龄大约在60到80岁之间。寒流连续到位全台也拢发生民众雄雄无喘气心跳紧急送医的代志。根据统计，为11透早到中昼12点，上北发生6件，其中台北2件，新北4件，基隆甲早起8点有2件。伫家己市短短2点钟，就有4个人失去喘气心跳送医。医师提醒，高风险的病人要特别注意。例如有3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糖尿病的病人，还有年纪大的一个病患，民众也是必须要小心。那还有男性的病人，还有肥胖的一个病人、不运动的一个病人、抽烟的病人，基本上这些都是他的危险因子。伫真寒天气，或者是温差较大的时阵，医师表示，要做好保暖的工作，莫去上过寒的所在。对有心血管疾病人，要维持平常时的生活习惯，按照时阵食药啊，才袂造成致命危机。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猪肉告示牌资料，到初八为止，已经有96公吨的美国猪肉甲北莱雅入来到台湾。不过，一寡肉品拢无验出300种。另外，政府要求肉品就要标示，也因为过年特别到啊，有真侪礼盒的外包装也就要标示猪肉产地。有业者认为讲，爱安怎做，因拢回高高，因也卖惯讲包装就要定印啊。红桥伫顶底是真甲被白叫，营养开放300种的猪肉，卖肉品的店头即马开始打台湾猪的标章，尤其是新正就要到啊，有的店头已经开放注文围炉的菜，包括猪脚、腿裤、各种猪肉加工品的外包装，原本是按法规定，只要标示原产地，即马配合开放内地的新政策，为1月份开始，业者阁会加标示猪肉原料原产地，即马业者都要阁改新包装。现在买东西，他也许调理食品他会比较担心，所以我们的厂商还有包括我们的加工厂、代工厂，我们所接触到的，我们一律都是增加新的这个栏位哈，这边有写猪肉的原产地哈是台湾，稽查真的要确实，因为不能让这些不孝的业者就是来鱼目混珠。业者强调讲，农委会认证的台湾猪标章有防止伪造的认证，敢若会当搭伫个总店，袂当用伫个产品的宣传单，所以食品外包装抑佫有宣传单，拢要重新做标示。加上营养无共的通路，可比百货公司都要统一配合卫福部，用猪肉原产地大纸。嘛有卖肉所的业者是用手机扫描 QR code， 显示国产屠宰场。为中央到地方无共通路，做法无共款，业者认为政府应该要统一标示。这是管理的问题嘛？中央畜产会啊，还有说什么这个农委会啊，那还有卫福部，这个 logo 是要配合的，没有1国2制的。卫福部网站的猪肉仪表板会当查每一天进口猪肉的统计，不过有民众发现讲，1月初时都已经有5批美国猪肉进口的资料，总量超过108吨，不过煞无随显示伫个网站顶悬。它是一个合格的产品，那我并没有接到它有莱克多巴胺的这个资讯。食药署回回讲，边境查验自动化系统的数据是为食药署查验的结果来的。因为猪肉仪表板是以关务署海关放行的统计为主，两边的时间有争差。因为11中到11点，猪肉仪表板已经更新进口猪肉的数据，到初八为止，已经进口237吨的猪肉，其中美国猪肉也有其他会当食的部位，拢总96吨，300种零检出。记者综合报道。
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头起先咱来关心劳工。今仔日有大英货运的员工去总公司申请，讲因的司机一工就要做18点钟，基本薪水只有3200块而已，甚至去检举了后，搁还互公司记过。不过大英货运却是出面来赔偿。提出行车记录卡，大英货运员工控诉有司机一工竟然工作18点钟，严重超时。工会指出，大英货运10年来拢无调过薪水，司机本身干那3200，失业界上少的。另外有驾驶的津贴1800，安全奖金2000，专勤奖金3000。另外都是因为个人无工的这个绩效奖金，加起来后每个月薪水差不多4万至5万外。不过员工指控加班费甲年终的计算方式拢无公开，好亲像用本薪来计算。工会过去在一边甲公司协商，要求调关本薪，但是都无得到正面的回应。我们的工资工时不断的被压榨，找得出记录的这一个18小时，可能还不是最长的。一个开着车的人开了18小时，你要他会不睡觉、不睡着吗？在路上用路人的安全怎么办？因为保安公司无回应，物流司机去母公司嘉里大英物流头前集合，放调讲要冲去母公司交订正书。经过协商，母公司派出代表接受订正书，只是对工会指控有员工检举工时超过，互人记过。嘉里大英回应，互人记过的员工是因为拍假卡，互人处分。会被记大过，是因为违反了工作规则代打卡，跟这件事情是没有相关的。不是所谓公司在什么打压吹哨者，跟薪资有关的，我会把它带回去给各总经理们去讨论。台北市劳动局表示，劳基法并无规范薪资项目，敢若规范员工正常工时出勤，月薪袂使比基本工资较低。不过加班费计算要以平均薪资来计算，袂使以所讲的本俸为计算基准。大英汽车货运企业工会表示，物流薪水低是正事常，要向劳动部提出检举，要求劳动部对全台湾的物流业工时展开稽查。记者综合报道。劳工团体伫今仔日去到劳动部抗议，批评劳动部伫去年底对外公告讲，若准去做劳动检查，干那迄间公司的劳工才会当做回去劳检，认为这款的规定会侵害到工会自主性，根本互劳检制度大退步。劳检制度一退再退，劳检制度一退再退。大声喊口号，劳工团体到劳动部外口抗议劳动部去年底发布的解说函，限制工会的赔检权，要求只有受检单位的受雇劳工才当陪同进行劳检。不过一寡单位的工会成员是专职会务，不是单位的雇员，等于是分割工会的赔检权。他担心说，这样子的，如果说推派出来的代表不是受检事业单位的劳工的话，会有营业秘密的妨碍那我就想要请问其实雇主欠发加班费是有什么营业秘密的妨碍？我们的工会干部大部分都是院内的员工，然后是在职的护理人员，业务人员陪检其实是非常必要的。除了对劳动法规的熟稔之外，在时间的配合上面也是相对比较有弹性。那台北医的工会抗议，连派遣工会也批评讲，派遣工不是单位的正式雇员，若做派遣的公司违法，依照解说函，派遣工根本无权赔检。不过劳动部刚才回应，劳检只是依法做代志。劳动部绝对不是资方的打手，而是守护劳工权益的一个守护者。检查机构还有地方主管机关，针对我们的这个劳动检查次量，还有罚款量基本上是都有上升的一个现象。虽然劳动部派员接订正书，也不过对劳团要求废止解说函并无具体回应，引起劳团的不满，有可能会阁发动另外的抗议行动。记者综合报道。伫咧真理大学麻豆校区的台湾文学资料馆，正式发生换锁台风波。董事长张良德教授今仔日伫台南开记者会说明，张良德宣布讲，以后伊就毋是台湾文学资料馆的营务馆长嘛。除了伊私人的物件，资料馆内面的文书资料就交予学校处理。目前教育部也表示讲，要出面协调这件代志。翠草目笑咧现日本时代台湾少年宫的资料，这是2015年张良德教授伫真理大学麻豆台文馆内底的画面。迄当时教授座位边仔拢是册甲资料，毋过无偌久进前，学校锁连大门，拢无爱互伊入去。你是台湾第一间台湾文学系，老实讲，这是恁的强项呢。恁不但无去保护、无去推广的时阵，恁反过转来咧甲打压，
啊，你敢对？周教授的情母诗人王丽华就替伊抱不平，讲周良德心内一定足艰苦的，因为伊过去是迄种为着研究，连生活费拢摕去买册的人。因为迄阵啊，国家无可能互阮经费，互阮做研究嘛。旧册单咧买资料的时阵吼，我煞拄着真侪外国人在下面咧抢，啊，就开始一直甲伊起价，一直甲伊起价，起价到尾啊时阵哦，我的嫁妆嘛有摕去买，包括若要互我做回来的钱。周教授对台湾文学的痴情，自伊较早伫成功大学教册，就因为提倡乡土文学，互即前的国民党政府来迫害，一直到欧名单解除，才转来台湾。后来，伫经理大学创办台湾第一个台湾文学系，做第一届系主任，成立台湾文学资料馆。后来资料馆刷去台南麻豆，伊就一直甲遮当作厝。退休后嘛共款，只是现在虽然入去拢有困难。脸书上这个贴文的文字说明，尤其是看到张良哲教授82岁的人的那几张照片，我只有一个感觉：痛心。历史的根基竟然毁于一旦，我认为这个是不智啊！我认为可能是真理大学的不智。作家陈phong明等等文学界人士拢共齐乌烟，嘛有真侪人伫真理大学的面册发声，爱校长出来回释咧，希望长期伫台文馆复出的周教授得到合理的对待。记者陈雅文、许凯、谢桂玲综合报道。伫咧张廖教授出面来说明进前，真理大学的学生会中昼嘛有伫淡水校区开记者会，谢援张教授，因反对学校用强硬的方式来处理。学生会嘛邀请其他学校的代表做伙来表达讲暂停文学馆刷位，以及着校长陈其民就爱出面来讲回事的。暂停台文馆刷位，校长道歉请面对。真理大学册稿标出台文馆换色风波，毋但文化界人士关心，真理大学学生会今日嘛召开记者会，同时邀请其他学校代表表达学生的立场。本次强封台文馆事件，对于真理校方未经合理程序竟自强行换锁封馆，我们深深的觉得遗憾。高等教育是对社会共同体重塑、使之进步的场所，本应稳健治理、理性进步。然而，粗暴对待受敬重的学术工作者的真理大学，并未有高教责任的自觉。真理大学学生会会长刘文林表示，校方应该爱互相尊重，而且理性沟通。针对这摆风波，学生会提出4点的诉求，包括向张良德道歉，台文馆慢车签线，尊重校务定序，尊重台文史工作者。我再次强调，要求校方将台湾文学资料馆北迁之事，正式在校务会议中充分讨论，再继续相关事宜，且期望陈其民校长尽快出面对张教授致歉。针对今仔日的记者会，真理大学表示尊重学生开记者会意见，嘛讲目前为止也未和张良德直接联络到，会继续和张良德直接，希望会当直接见面沟通，详细讨论后续的处理。记者苏晴、谢桂林淡水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美国总统川普支持者进行发生暴动。军方表示讲，目前国内尚无有25件恐怖攻击事件等咧调查，甚至认为讲新总统拜登就职进前会面对着恐怖攻击威胁。虽然川普特别留任嘛，不过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是搁在对川普发起第2摆大刑。What if he pardons these people who are terrorists on the Capitol? Or pardons himself? He can only pardon himself from federal offenses. He cannot pardon himself from state offenses, and that's where he's being investigated in the state of New York.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初十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的节目专访，表示众议一定11表决通过弹劾决议案，先促请副总统潘斯甲雷古以宪法第25条修正案解除川普的总统职务。若做潘斯像外界预测的无愿意采取行动，安尼众议12度提出弹劾文，正式展开弹劾程序。草案已经有得到210位众议院联署支持，预测会当轻松过关。不过难题是伫参议院，因为必须争取100席当中
2/3的议员赞成，中是爱说服17个共和党议员来赞同，条件真悬，也真歹伫川普剩较无10天的任期来完成。众议院民主党党鞭柯里本表示，袂真紧将单核文送到参议院，打算先互拜登就职了后专心来处理防疫问题，也有可能川普卸任了后再来甲单核。毋那是讲留一个污点尔，因为单核通过了后，参议院也会当进一步来表决，是毋是以剥夺公权的方式来阻止川普未来阁参选公职。 If he were impeached and convicted and disqualified, there would be a powerful argument that he'd be unable to run for president ever again. 美国陆军部长麦卡锡昨日表示，川普支持者册立攻击国会大楼了后，目前已经启动至少25件境内恐怖攻击案的调查。也阁讲，国防部注意到未来几天，包括到拜登1月20就职典礼时阵，可能会有准恐怖分子进一步的威胁。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爱联邦调查局追究国会攻击者，绝对袂宽容。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译。 讲到北韩目前当咧执政的劳动党，因是当咧举行第8届全国党代表大会。除了甲5年前改名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局恢复本地名称以外，伫今日前过身了后，拢无人去做的党总书记，伫这回大会当中，也决议讲由金正恩来做。 김정은 동지를 조선노동당 총비서로 높이 추대할 데 대한 결정을 만장일치로 채택했습니다. 伫北韩这种的共产独裁国家，最高领导人用过头衔，往往过身了后都袂使阁用，由接班人用其他头衔来掌握到党政军大权。 第一代领导人金日成1994年过身了后，国家主席这个名袂使阁用。第二代领导人金正日是以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长，也甲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这3个头衔持续领导。 当金正日第2011年过身，接班的后生金正恩继承国防委员长、最高司令官这个头衔。但是党职方面，金正恩按照惯例，闪开总书记这个名，改称第一书记。这届毋但恢复废除5年的书记局体制，第一书记也改做总书记。对共产独裁政权来讲，代表领导权威更进一步强化。 那是外界关心的焦点之一，就是针对美国政局的变化。北韩借着这届党大会，毋但强调要提升战略的核武，也重新提出美国是上界大的主要敌人这种的讲法。 대외 정치 활동을 우리 혁명 발전의 기본 장애물 최대의 주적인 미국을 제압하고 굴복시키는 데 초점을 맞추고 지향시켜 나가야 합니다. 보고는 미국에서 누가 집권하든 미국이라는 실체와 대조선 정책의 본심은 절대로 변하지 않는다고 지적하면서 대외 사업 부문에서 대미 전략을 책략적으로 수립하고 반제 자주 역량과의 연대를 계속 확대해 나갈 데 대하여 강조했습니다. 另外，经过外电报道，在两韩高峰会甲美国北韩高峰会期间，引起各界关心的金正恩的小妹金宇正，原本列名政治局的候补委员，这届为名单中消失，互人认为可能遭受降顶。按过党大会电视画面，会当清楚看到金宇正的座位，就伫金正恩倒边后边的位。当时，伊也阁是劳动党的组织指导部、宣传线动部这2个部门的第一副部长。 所以，伊甲金宇正伊的权力，互外界更较无法度掌握。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因为巴西、阿根廷、墨西哥这寡国家疫情当咧严重，因今年100个嘉年华会今年也决定要取消。目前当咧是热天的阿根廷，当地政府也要求讲，对10日开始，海岛的餐厅甲酒吧伫规定时间内才会当做生意。 阿根廷新冠病毒确诊的个案超过170万人，死亡人数超过44000人。感染专家认为，病例数会日头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伫群聚，包括各种的游行、圣诞节、甲新年假期亲情50个聚会，甲热人伫旅游景点举办的活动甲 party， 这拢正做病毒传染的管道。目前当是热天适合耍水的大月，当局考虑着防疫，下令为11开始。 马德普拉塔海边仔的餐厅甲酒吧，半暝1点到透早6点袂当营业。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采购下令，所有有关商业、艺术、文化、社会、娱乐甲体育活动，半暝1点到透早6点拢爱暂停。 Con este enero catastrófico que estamos viviendo, con la hotelería en un 20%, con los balnearios a un 30 o 40%, con la gastronomía que la están cerrando prácticamente,
nos dejan atados de pies y manos. Parecería que quieren que pasemos el peor invierno de nuestras vidas y que haya más pobreza y más desempleo del que realmente hay. 巴西里尤热内卢一年一届的嘉年华会，今年因为防疫所以取消。全国因为疫情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20万人，高地的里约都27000人。不过圣塔泰瑞莎社区有一个人真介意嘉年华会，所以伊就穿嘉年华的服装，含过来挂音响，放送升白的音乐，家己一个人伫社区的街仔路送火给民众，鼓舞民心。北平的墨西哥疫情恶化，新增加确诊的病例都有16105例，过71天都有1135个人因为为着新冠病毒死亡。全国的病院9成的病床拢已经大满啊，除了欠病床以外，送数嘛是真欠缺。从去年9月份开始，送数的价钱就起1倍，若要买还阁要排队排真久。 El tiempo antes veníamos a un tiempo de 40 minutos o 30 minutos máximo, porque el llenado del tanque aproximadamente se tardaban 20 minutos. Pero ahora con este problema de la pandemia, pues hemos estado aquí hasta hora y media, 2 horas, o más tiempo algunas otras personas.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取消美台交往限制。外交部长吴钊燮认为讲，这是台湾的外交政策拢用实际负责的态度去面对。而且这个月13，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 Kraft 要访问台湾，14会去拜会总统蔡英文。而且伊这回来台湾要演讲的主题是要安怎促进台湾的国际组织参与。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取消美台交往限制，代表台湾甲美国的交流将政治正常化。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因为台湾对外务是较负责。那这个事情我们已经推动了一阵子了。那我们台湾能够跟美国之间互信不断的提升，就是因为我们台湾是采取了非常务实和负责的这个对外的政策。 自1979年台美断交以来，双方交流只限非官方往来。1994年克林顿检讨对台政策，放宽台美两地官员交流限制。除了总统等高阶其他官员会当访问美国，小布希时代是增加对台军售，增加互当时的总统陈水扁高规格过境礼遇。2015年，前驻美代表辛鲁顺伫双清园举行元旦升旗，引起美国的报复案。奥巴马时代制定限制台美交往准则，川普上任了后，那副总统 热强调，伫就职前访问美国拜会国务院，到今麦蓬佩奥宣布取消交往限制。新鲁顺认为，现阶段台美交流强调台湾主权，爱赶紧升旗，然后把国徽放代表处的外面，这2件事情至少要做到。你的国防部长跟外交部长至少可以学到华盛顿去。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是向中方做出过严肃承诺的。 美方应该言而有信，不得以任何借口曲解和背离。 中国去普又话无道阻止台美成婚，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13将要来台，这是证件蔡英文总统双方将聚焦台湾国际参与，甚至克拉夫特伫外交学院的公开演讲50岁也透露，主题是促进台湾伫国际组织的参与，也强调台美关系已经进展到全球东坡的关系。有现任的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来到台湾，这个是第1位。那我们也希望说，台美关系从 这个基础之上，能够更加往前推进。伫美国总统川普政府政权交接进前，这个释出有台信号。中国定调的，刷落来的拜登政府要安怎来应付，将牵动美中第3方的敏感神经。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香港的局势无稳定，咱的政府为着要协助因的学生囡仔，教育部可能会开放无期流程，而且爸阿母拢无伫台湾的香港高中生来台湾读册。这款制度会另外增加名额，袂影响到本地高中学生。 香港反送中运动加上国安法实施，局势不安，不少香港人出走，有人移民来台。为要协助因，教育部拍算放宽，互无居留证的港学生也会当来台读普通高中。身为港生的新旁辈是移情来台，到摕到台湾的身份证，感觉真深。平常上课也需要请假，就只是为了出入境的那个需求。然后还有，因为我很小就过来，所以可能会有
以前国文课这可能有注音，但是香港的输入法和台湾输入法不太一样。即马法规规定，港生需要达到就学年纪，有居留证才会当申请分发入学。若申请普通高中，才会当读华侨高中，毋过修法了后无限制，因为无满18岁需要监护人，毋过家长无法度同齐来台，未来修法无个限制，直系亲属会当由校长、财团法人当做长等人当成港澳生的监护人，每人上侪5回，审判费真贵。台港教育体系无共，来台读高中，生活也是一大考验。香港的高中其实已经有接近大学，有一些选修的科目跟台湾的学测、基测是其实差蛮多的。那是要比较像国外寄宿家庭还是怎么样？就是我觉得其实还是很多问题。教务统计，目前在台读高中以下的港生有148人，拢有居留证，未来修法开放，港生会当透过境外申请就学名额来台读高中，免移民也是有居留证。教务强调，会控管招生名额，会影响本国学生权益。本地生要经过会考，那外来的他要经过什么样的模式，还是说谁来都要收还是怎么样？大概都14、15岁而已。那他平常的生活、日常生活、食衣住行等等，我想这些东西政府都应该要考虑的。保证法案有原地有过期，也毋过有事后领先表态目前保障招募港生入会选项，也毋过香港人来台人数继续增加。陆委会资料显示，今年10月有7474名申请来台居留。学术办间研究所报名人数也明显成长。记者综合报道。自从疫情爆发了后，台湾往回关岛的飞行机对去年3月停飞到今，致使有一寡台湾民众佫留伫咧关岛。经过协调，华航在今日派出人道医疗包机，47位旅客当中有9个人是透过国际医疗专案申请入境。这只飞行机伫咧下晡5点多也返来到咱的桃园机场。回家真好。平安返到台湾，心情真好。受疫情冲击，部分台湾人被迫留在关岛。经过协调，台湾派华航安排人道医疗包机，11载回47名旅客，有9人是经过国际医疗专案申请入境，其中5人需要就医的关岛病人，另外4人是陪伴家属。包机伫尾暗5点到台湾。台湾怎么样？很亲切。在那边待多久了？半年多。是之前是买不到票吗？还是刚好有这个，回来过年。旅客按照防疫规定入境，爱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习惯人员审核内容了后，可依序通过移民署证照查验，领行李甲海关检查证书。真侪人唔知用线顶申报加收集馆通行证书，现场安排专人来加。驻关岛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表示，有医疗需求的关岛民众会由中国医药大学附设病院甲期待病院收治，其他旅客是坐防疫计程车转去，或者是防疫旅馆做14天的居家检疫。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彰化县已经有河米花坛咧发进行礼金，另外一个乡镇也就是大川，这礼拜也要发进行礼金，按算要发到8000多万。因为有一寡福利吸引民众去到遐，大川乡去年的人口总数比108年增加1000多人，不过若准以彰化县来看，却是减少1万多人。下昼的大村乡街啊冷冷清清，也无去年下半年。前伫大村乡的人口比去年增加9000人，敢若11月移入人口就有556人，12月也有363人。乡公所认为，人口增加甲即将要发放的2000块的振兴礼金有关系。公所有计伫这礼拜6发出8000万的现金，只要是伫去年12月25户籍迁入大村乡的，拢会当领。在预算经立法机关审理完成日前涉及本乡就符合这个资格。彰化县大村乡总人口数38000多人，发放振兴金进前，人口大的迁入，也毋过领完大红包了后，人口敢会搁外流咧。乡公所指出，相关的福利会将人留着，民众也认为袂因为2000块就迁户口。因为它不是每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福利嘛，对。彰化县花坛乡河米镇去年陆续发放振兴礼金，也毋过并无看到人口明显成长。彰化县民政处表示，彰化县107年有1277824人，过当年减少5000人，去年减少6000多人，也毋过整体来讲，甲全国6都4区会的关系比也是有0.8%。
6都的改制以后，那所谓的磁吸效应，其实在彰化而言，相对于南投或者是云林、嘉义，我们的抗跌性都比他们高多。中法官民政处长表示，小组化是台湾共同面对的课题，大都会的自吸效应确实存在，人口数也影响中央统筹分配税款的配比。中华官府继续伫创造就业机会、交通建设甲产业发展，希望减缓人口继续流失。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北门有一个92岁阿嬷倒伫咧家己田里，救护发现的时阵，伊身躯边有真侪只流浪狗，身躯顶也去互狗仔咬的喙齿痕，甚至佫乌青。家属也怀疑讲是去互流浪狗攻击啊，因也呼吁政府讲着要重视流浪狗的问题。92岁老妇人倒伫病床死去，甲身体拢有大片的乌青，无管任何人看了拢感觉唔甘。家属讲老妇人找离到自家农田散步，失去意识，倒伫楼盘的梦中，好在被附近的民众发现，紧急送医，伊的头颈破去，骹腿也佫有动物仔的喙齿痕，身边也佫有几啊只的流浪狗，疑似遭到攻击。拢啊，一两只带头，剩咧后壁地入来，啊，有也惊着，像阮妈妈，你叫狗仔惊着的时阵，倒落的时阵哦，伊就拢一直咧攻击啊。是脚上可能有疑似动物咬伤的一个伤口，多处躯干跟四肢的这个淤青哈。那我们研判有可能是这个严重低体温影响到这个凝血功能，导致的这个皮下出血，或者是它本身有在吃这个抗凝血剂。老妇人一度被判定命危，紧急救护了后，已经转至永和中心静养。协助野出这件代志的民众也讲，当地流浪狗未少，也捌去互流浪狗掠过，呼吁政府相关单位重视。是野狗吼，无管理你唔对啦。我开2.75吨的货车去向恁，迄狗仔10几只狗仔冲来我的车恁啊！老妇人疑似互流浪狗攻击，庄仔内的年老民众心会惊。台南市动保处前往勘查指出，因为沿海地区空旷，较侪流浪狗会继续加强猎。加强该处的一个捕捉，那也捕捉到3头，那后续还会再持续捕捉。那必要的时候，我们会搭配麻醉枪去捕捉有疑虑的一个犬只。动保处提醒，流浪狗一般未主动攻击民众，也毋过会去了移动的物品，若拄到建议尽量放慢行动离开。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屏东的南区老人之家，最近就请艺术家来教视大画图，希望利用艺术，互因袂记咧病痛甲孤单。落尾要替因办一个成果展览，咱做伙来看卖。画笔大诗意，白纸染色水，每一幅作品看起来五花杂色，拢有家己的风格。这是屏东南区老人之家，老大人伫老师的引导下，成做是艺术家。回想因青春少年时的过去，画出家己心内的迄片天地。这金菇啦。啊，你为啥要画金菇？啊，我个受到个画啊。你画什么？布袋戏。怎么会想要画布袋戏？这是你头想出来的。你以前有画过吗？有啊，在剧院里头有画。那这个我们结合了一个记忆的疗法，我们去选了跟长辈们他们年纪、他们生活可能接触过的物件，把它弄成图片。这款合作表达性艺术治疗的疗法，是用到人本身创造和幻想，佮有表达的能力。咨询师会使按照个案的需求，用艺术、音乐等等的媒介来做治疗。透过图像和符号，表达出受治疗的人因的心情，也加一层丰富，唔免硬拄硬，直接吸到因唔愿展现的一面。另外，考虑到老大人行动无方便，老师也改善工具，也是小改无同方式，互因创作的过程更加舒适。所以我们就在笔上面加装了厚的海绵，让他们的手部比较稳定。然后，其实有些课也不一定要用到画笔，而是我们让他用手指直接去沾颜料，去触摸画布或者是雕塑品。讲是疗程，其实也不过是一款艺术创作的过程。南区老人之家嘛办成果展，加添长辈的信心和成就感。记者综合报道。伫咧真理大学麻豆校区的台湾文学资料馆，去年去互换锁头关门，第82岁英语馆长张良德未当入去。面对着这款的情形，文学界也是有人跳出来批评。
记者会还未开始，真侪文化界人士拢甲张良德教授鼓励。张良德说明，伊退休12冬一直是台湾文学馆的义工，想袂到去年12月甲这个月初5，选2摆拄着学校无预警换锁，伊上气的是校长这句话。只要放在学校的东西，都是学校的财产。这句互我足大的冲击啦！我死啊！我办公室遐原稿稿纸，遐什么？我黄色小说。规个拢变做学校的财产呢。别出争议了后，礼拜学校有派人送锁匙来，不过张良德讲，伊按算要行回去。我退回去，钥匙不开，我门不开，我全部还回去，表明我已经不是名誉馆长。张良德讲，伊已经看开啊，虽然甲台湾文学馆已经不再相牵连，刷落来阁有代志要做。迄个馆是你的性命，但你即马离开迄个馆，你会死掉啊！我跟你讲我无遐尼紧死啦。我即马是咧编这个老人文学，叫做老人文学啦。有张良德的台湾文学馆，敢真正无法度留伫台南？台南市长黄伟哲跳出来表示，市府愿意斗3工。台南市政府也愿意提供。这个研究场所那来让张教授在退休之后退而不休，能够继续为台湾研究还有台湾文学研究做出贡献。不止台南市府，张良德讲，即马教育部嘛按算要出面，伊愿意甲学校沟通。上重要的是，让台湾文学馆内底的资料会当好好保存。记者陈嘉文、罗伟做台南报道。讲到台仔是原住民部落平常时爱食食，不过后来真侪部落也改进一档会当收2支的稻仔，台仔就愈来愈少人去种。最近有部落的少年家开始调查台仔的品种，教囡仔种台仔，希望讲这款文化会当找倒转来。一群囡仔伫田林顺利，突然发出一张青吟吟的石笔。不过这不是杂草，是原住民主要的粮食台仔。把那个小米的种子放进去，然后下课的时候可以过来这边浇水，可以看一下它有没有长大。因为台仔是台湾原住民主要的粮食，对原住民来讲是真神圣的作物，唔来当摕来煮饭敬酒，嘛是传统祭典真重要的一项。不过稻仔引进台湾了后，因为稻仔一年会当收2期，而且产量多，愈来愈侪原住民换种稻仔，而且现代食食选择多，台仔渐渐对原住民的饭桌顶消失，甚至连传统祭典嘛，因为台仔的产量无够，就爱用进口的。我们一直想说，小米是原住民的主食啊，可是近几年代就是饮食的改变，小米渐渐的离开了我们的那个餐桌上，但是连文化记忆上面都离开的话，这是一个天大的事情。所以有部落的少年人开始调查台仔的品种，带国校的囡仔利用下课的时间，伫学校内底种台仔，透过亲身种植，让囡仔了解原住民的传统农业，让他们知道，其实从一小颗，然后长成一整串，长成这样一整串，其实它就是倍增的概念。你只要辛劳，其实没有什么会让你肚子饿的地方。透过亲手种台仔的课程，唔但互囡仔了解台仔的文化，嘛要教因有烧香、有保庇、有食药、有行气的道理，愿意付出都唔惊会夭折。另外，也希望部落长辈种台仔的技术甲智慧，会当甲少年辈的创意结合，甲部落传统的食食文化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屏东的潮州，就有一个台湾好基金会，因最近也请真侪在地少年人来设计出10种伫潮州佚佗的行程，要互来遮游客会当熟悉这个所在。跟着音乐起舞，然后至少要跳2分钟，然后让我们的神明感到满意。庙埕内底一群游客连名仔咧表演人狮，连名仔咧解谜猜。这是台湾好基金会甲在地青年伫屏东的潮州推出的2020潮旅行系列活动，其中以林小鸟抗日的历史事件做主题，串联事件的相关地点，甲日本文化园区所设计的壮观活动。希望用林少猫这个抗日的一个事件作为一个我们
故事的一个主轴。除了趣味性之外，也是希望让他们能够真正的就是认识不一样的潮州的一些地方的特色啊，或者是地方的店家。潮州镇有多元的族群，甲真丰富的历史文化，为着要保存甲推广这寡人文特色。在地青年设计出10种主题行程，包括火车站、汉药店、芳仔园、甲火龙果园等等的体验，也佫有客家人、原住民、甲越南新住民的文化主题行程。平常来潮州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感觉有很多的老房子，但是不知道要怎么认识他们，这样就是在更深入潮州啦，就不会只是来吃烧冷皮，可以更认识这个地方的人文。这个2020条旅行的行程，一个公开注文，名额就互人抢了了。透过台湾好基金会的引带，唔但互回乡发展的在地青年做出成果，嘛成功推销地方的特色，互各地游客更加了解潮州的好。记者综合报道。寒流特别来，千万唔通挂无事牌，明仔载气象咱做回来看卖。北部地区对9度到13度，中部地区对9度到16度，南部地区对11度到21度，东部地区对10度到17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4度到13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马仔今日时间咱再会。